这个预防下了后所引发的不良的反应，卫福部阁来公布到审议的结果，有49件会当得到补助。其中这个救济金额上悬的是彰化县一个姓赖的男子，去年7、8月自莫德纳4天后来死亡，获发到救济金50万块。 民众注疫苗上惊出现副作用，不过有人注疫苗了后出现不良反应，甚至过身。卫福部预防注射受害救济审议小组审查上新一波49件注疫苗出现不良反应的个案，有3件注莫德纳的个案摕到救济金的补助。去年7月到8月当中，那注射之后，他本身也有一些心血管疾病，那后来死亡了。那中央是昨天才宣布说核定给他50万的救济。 彰化一位姓赖的查甫人，注莫德纳4天了后死亡，本身有心血管疾病，无法度判断心和疫苗有牵连。不过心包括心肌塔、主动脉剥离，加和注疫苗相关的副作用，所以审议小组付50万的救济金。另外，高雄一位姓高的民众，嘛是注莫德纳了后发生心肌塔、心肌炎的症头，无法度确定心和注疫苗有牵连，发救济金30万。新北市一位姓李的民众，注莫德纳了后得到腰子病，发救济金3万。 一些不良反应不管是严重或是轻微的，都会替民众申请这个救济，然后也会通报到中央。那中央会有一些审核的程序那目前所知道我们知道说都会给救济的。第一个就是你只要是过敏的部分看起来它都会有救济。 根据卫福部预防注射受害救济给付办法，注疫苗造成死亡，在无法度判断原因的状况之下，救济金会对30万到350万。 虽然这波的审查名单无法度证明个案死亡和注疫苗有牵连，不过大部分发生疫苗副作用，像心肌炎或者是心肌塔过身，都较有可能会通过救济金的标准。不过到底会当摕到偌济钱，要是要交予中央来认定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